钟声稀微的舞台，台文创作一路行来。作者陈洁民。下暗，我甲朋友针对台语创作的观点进行真侪交流。讲到落尾，伊讲伊真佩服我对台语文学创作的理想甲热情，毋过伊试过了后，决定放弃啊。我问伊：你讲你试过，安怎才好做试过？你拢总敢写有10首台语诗？伊笑笑，当然嘛无。我讲，你当初开始写新诗的时阵，感到真够写，也毋是有真侪词类毋捌。所以讲，你是因为对新诗有真大的热情，才会继续写新诗。毋免讲，你自然的骨力去充实这方面的知识，嘛会去找真侪诗人的作品来读。无进步，才有奇怪咧。敢讲，你认为写10首诗就会当出师？写无到10首台语诗，你哪会遮尔紧就认为你伫台语诗的试验失败咧？为什么真侪写新诗的台语人无想要来写台语诗咧？伫即个所在，我所讲的台语人的定义，是母语讲台语的人。我想，除了对母语创作无认同的人以外，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毋甘放弃现主时伫新诗创作界真无简单才建立的地位，也因为伊对新诗创作非常执意，而且对新诗的创作方式甲语言加较熟悉，嘛有可能是因为对台语文的无了解，也是无因缘甲机会通了解，嘛有人是因为伊使用台湾话文的语言书写工具无够力，所以毋肯转换跑道。是讲，我一直安尼认为，除去少少有创作天分的人，也若无一个创作者为伊对文学创作付出的热情若是有限，就无可能写出偌尼伟大的作品来。换一句话来讲，对台语文学创作的付出遮尔有限，要哪有可能伫台语文学界写出什么成色的作品来？当然会有厌弃、失望、甲放弃的情形来发生。